多謝遵禮節園文化中心公告2026丙午12生肖第12個生肖豬。肖豬者啱啱經歷咗沖太歲嘅衝擊，運勢唔會立即變好嘅，認命啦。今年仍然需要靠自己嘅努力，因為吉星係運氣儲蓄星月德，係靠積陰德嚟積福嘅。又要提一句，積德嘅時候千祈唔好放生，可以捐錢到慈善機構或者捐助動物組織。冇太多資財嘅就靜雞雞幫便利店閂好嗰個雪糕櫃門啦，幫人撳下 lift， 讓下座啦。咁積陰德嘅威力係大啲嘅，即係做咗冇宣揚出去嘅好事。咁嘅呢個星嘅功效比較隱蔽，以背後擋災居多嘅，唔好以為佢冇用啊。另外仲有利文職嘅玉堂，咁空星呢都唔可以睇小佢。去年有大號，今年竟然有小號跟住尾。好彩月德係專門對付佢嘅，請盡量增加月德嘅威力。此外仲有令人失魂落魄嘅劫煞，同埋破壞力廣嘅死符。事業，今年白領嘅肖豬者有玉堂幫助，謀事稱意，地位提升。月德能夠逢凶化吉，咁梗係要靠肖豬者積善積德嚟添力啦。月德嘅力量喺晚間更加大，助力夜間工作者比日間強。小心劫煞令到肖豬者精神唔集中，所以身為職業司機等等啦，或者涉及大眾利益嘅人士，請格外小心，打醒精神，保障自己，亦都要顧及他人。死符同埋小號在位，肖豬老闆不利與人合夥，繼續日常業務就得啦。打工仔亦會受到小人同埋口舌是非困擾工作，請多加忍讓同埋跟足程序，免落人口實，令到小人有機可乘啊。財運，希望憑吉星嘅幫助，打工仔月月有糧出啦。咁做文職嘅就有更好嘅進賬啦。上面講過，肖豬者老闆不利與人合夥開展新業務，因為容易會有人盜密或者出賣公司嘅秘密。小號係賊星，錢財會虛花或者被盜，甚至係由於官非而需要花費。好彩月德能夠制小號，但係另外死符都破財喎，主爭鬥破財，請謹記萬事以和為貴啦。咩係爭鬥破財呢？係咪要擺和頭酒呢？上面講過，劫煞令到人精神恍惚，肖豬者可能因大意而丟錢包電話，亦都要小心受騙。當然啦，唔好借人錢或者借錢俾人，咁借錢俾人就收唔返噶啦。要記住，今年容易失財，撳緊嘅錢包，切勿貪心同埋犯傻。愛情，今年有月德貴人星，比去年好得多啦。冇盤嘅肖豬者可以出去交際下嘅，加上玉堂在位，令到肖豬者增加一啲文人氣質，不過淨係氣質咋，免受死符影響而露出容易發嬲或者容易惹氣而損害咗形象，嚇驚啲新朋友啊！有伴侶嘅反而會因劫煞變得疑神疑鬼，同死符一齊爭鬥好勝，咁就會有口舌是非，令到彼此產生一啲小風波噶啦。請好好維繫。
健康，今年有逢凶化吉嘅吉星，但係由於凶星都好厲害，為保運勢，如果人情禮節許可，盡量避免探望大病嘅人，或者出席喪葬之禮，唔好瞻仰遺容。劫煞嚴重影響肖豬者嘅精神健康，甚至會困擾情緒。瞓覺之前唔好玩 iPhone、iPad，直接閂燈瞓覺。死符嘅名呢係好鬼衰嘅，除咗令到肖豬者脾氣差同埋口多之外，仲主疾病，多才多藝啩。但係總的來說，唔涉及血光就好好多啦。肖豬者自己多定時休息，得閒嘅時候做下運動，注意下衛生就得啦。遵禮小貼士：肖豬者今年受到小耗星嘅影響，財物容易被偷或者被騙，不妨在家中或者辦公室嘅西南方放一張灰色地氈，有助減輕損失。